，S 观念知偌济，小编讲互你知。大家好，我是关边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酸。12月1日是世界艾滋日。是。世界艾滋日这个日子吼，就是希望大家会当加较认识了解这个艾滋病。嘿，所以啊，咱台语今天转啊嘛做一个专题来甲大家讲 AIDS 这个病到底是啥物？一方面啊是互大家知啊，另外一方面吼就是要甲大家讲吼，了解这个疾病了后，唔通去歧视这个病人。所以，阮今仔日特别针对大家对这个 AIDS 这个疑问啊，要甲大家做解说，希望互大家会使更较了解这个疾病。头一个要甲观众朋友讲的问题就是，啥物是艾滋病？AIDS 这个病，伊的全名就是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。伊的意思就是讲吼，你若为着这个病毒 HIV 的时阵，你若无去予医生看，你的全身躯的免疫系统吼，就会互这个病毒去破坏去。若破坏去了后啊，身躯顶足侪病毒啊，伊溜啊，你的身躯会就害你开始一直破病，一直破病，一直破病。本底袂互你破病的病菌哦，伊嘛会害你破病。所以啊，上严重，这个病毒会害人翘起安尼。第二个问题就是透过什么款的方式可能会害你患着 HIV？ 其实有3种方式哦。头一个就是你和人进行无安全的性行为，就比如讲做爱做的代志的时阵，无用这个纱裤，或者是讲你用嘴啊去甲人吸人啊，有接触到人的性器官，拢有可能造成你患着 HIV。第二个就是用血液来去传染的，譬如讲吼，你看人用迄注射的针头。你可能就会传染着。另外一个吼，有当时啊，人关血互你的时阵有无？是。关血互你的人，那当作伊有着 HIV 的时阵，你嘛会感染着 HIV。啊，另外一个是吼，同款意思，你也当作是有人关器官互你，伊若甲器官关互你的时阵，你用着这个器官，你可能嘛会感染着 HIV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吼。妈妈咧生囡仔的时阵，妈妈的身躯顶伊若有 HIV 的时阵，伊生出来囡仔可能嘛会感染 HIV。啊，另外，阮阁要甲大家讲，人体当中有倒一寡体液有可能害你患着即个 HIV。伫这个体液当中 ，HIV 的病毒量可能会较悬，比如讲人的潲啊，比如讲血啊，啊无就是讲尿雨腺液啊，比如讲查某囡仔的白带啊，或者是母奶，拢是这 HIV 的病毒量有可能较悬的体液。啊，佮有其他的体液啊，譬如讲吼，用华语来讲就是脑脊髓液啊、关节腔液。啊，个水皮这几项物件，可能嘛是会有 HIV 病毒，也毋过咱一般的人吼，较少接触到这个体液。另外就是包括讲人的这个目屎啊，或者是讲人的喙烂啊，嘛有可能有 HIV 的病毒。不过其实啊，采检到的量拢是真少的。所以目前无案例是讲透过人的喙烂或者是目屎去喂互别人，啊，这点大家就唔免伤烦恼。啊，佮另外一项，人流出来的汗，汗内底也唔捌验出有 HIV 病毒。是。第三个问题就是讲，啥物款的行为袂传染到 HIV？ 注意哦，是袂传染到哦，因为平常时啊吼，这个 HIV 的病毒，伊一定爱挖克伫咱人的细胞，伊才会当生存。伊也当做吼，伊离开人体的时阵，譬如讲，伊伫面筋顶管，慢慢啊，伊就会开始死去，对人体都无任何危险。所以有当时啊 ，HIV 的患者啊，伊的血啊去用到迄面筋，你可能就甲洗洗。啊，无就是甲摕去消毒一下，伊可能就无病毒啊。所以平常时啊，你看有患着 HIV 的人，咧生活的时阵，譬如讲你做伙用一个便所啊，啊无就是有当时啊，恁做伙咧工课的时阵啊，做一寡做侪代志，其实拢患袂着 HIV 这个病毒。所以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吼，日常的生活内底，唔免惊看 HIV 的病人做活动啊。做伙做工课啊，啊无就是做伙生活，拢唔免烦恼这些代志。第四个问题就是这个 HIV 啊，其实有一个未检出期，就是咱华语咧讲的这个空窗期，主要就是讲这个病毒量啊，伫你的身躯内底还无产生抗体，所以无法度采检到这个病毒。啊，主要来讲啊，你去采检的时阵，拢是6礼拜到12礼拜。才有法度检查出你到底有患着这个病无？有人是超过1年的时间，12个月，拢无采检到伊身躯内底有得到这个 HIV。不过其实因为即马咱医学界嘛真进步，所以主要就是讲你差不多检查到1、2礼拜，就会使采检讲你到底有得到 HIV 无。
虽然咱即马医学进步，加讲1礼拜到2礼拜的时间吼，这未检出去，敢会当检验出你敢有 HIV 的病毒。也毋过吼，世界公共卫生界吼，伊嘛是感觉吼，12礼拜了后，你去检验这 HIV 的病毒，才是上准的。因为这个时阵，你才会当完整确定讲你的身躯顶你敢有产生这个抗体。第5个问题就是讲，安怎去预防 HIV 这个病毒咧？第一个上重要就是你看伴侣咧发生关系时，你嘛是爱有一淡薄仔准则。意思讲吼，你毋通讲硬要做，一直要做，一直要用。第二个，你爱注意的就是讲，你专定一定拢爱用保险套。第三个上重要一件代志，尽量固定一个性伴侣。有当时你也袂记用一个保险套啊，你袂记用纱裤的时阵啊，有当时你看足侪人拢安尼围来围去，你有当时啊吼，你就是会看有。着病人，也毋过伊无去做检查，伊也毋知影家己有着，佫喂互你，佫喂来喂去安尼，这就是为虾米即马 HIV 定定会安尼摊开遐紧，喂来喂去摊开遐紧安尼。另外一项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，你爱避免看其他你的朋友啊，做伙用迄个染着血的迄种器具，譬如讲吼，就是喙鬚刀，无气面仔，尖的物件吼，可能会捌着血这物件吼，就较莫定2个人做伙用安尼。另外一个。你若怀疑你的物件去捌着 HIV 病毒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做咧？譬如讲吼，你当甲你迄器具面巾啊，无就是喙鬚刀啊，你甲用迄滚水吼落去煮，另外抹酒精嘛是会使，无就是滚药啊、双氧水倒落去用，无就是漂白水，无就杀蚊水，无就强酸，无强碱。这物件来做消毒，拢是会使的。另外，若当做你本身就有菜花啊，无就是梅毒这性病的人吼，你上好就是3个月嘛是爱去检验一摆，你敢有得到 HIV 这个病毒较安全。因为有性病的人本地就较会去喂着 HIV，所以这要特别注意。咱讲了 HIV 这个物件，咱基本的物件介绍大家知影了后，咱后礼拜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，就是 U 等于 U。其实主要就是讲，你得到 HIV， 毋过因为你拢有定期咧食药啊，所以讲你采检的时阵，其实是无法度采检到你的身躯内底有 HIV 的病毒。所以讲，你的 HIV 是无传染性的，就是袂喂互别人。所以你有长期咧食药的时阵，你会测袂到病毒的时阵，HIV 的患者伊就是无传染力的。所以后礼拜咱要甲大家讲这个观念的时阵，咱要甲大家讲要安怎食药啊啦，也毋过咱台湾是安怎控制 HIV 这个病毒的，讲互大家知，嘛互大家会当对 HIV 的患者较放心。所以咱这集到这，后的这个时间继续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